引頸以待，康雲圖騰跑2015 10月17日舉行啦！除咗上屆共17K 搏鬥組，仲有16K 享受組之外，今年仲新增咗16K 體驗組，歡迎各位大朋友帶埋你哋8歲到17歲嘅小朋友嚟參加。今年嘅受惠機構有 UFO 街跑少年，仲有香港融樂會，馬上報名參加，用雙腳支持佢哋啦！無論你係嚟搏鬥、享受，抑或體驗都好，即刻報名加入我哋圖騰派對啦！秉承上屆特色，今屆當然繼續有好玩、好食、好癲嘅支援站，為你提供充滿驚喜嘅飲品同美食啦！當然少得各路野人沿途突擊出現，為你哋表演打氣醒醒神。出戰野人，盡情享受跑山樂趣。去到終點，仲可以參加我哋為你準備嘅圖騰派對，到時仲有勁歌熱舞，仲可以飲餐勁、食餐懵、玩餐飽添。仲諗？快啲報名參加啦！8月5號截止啦！Iron Ryo，我好嘢！